台湾客家人为台湾得到体育队的奥运金牌，有足够证明台湾的多元文化对你的土地的贡献和历史的事实。多年地金牌得主是客家子弟的时间，想到大家一天没想要谈到奥运金牌得主到天时党对大自家讲客家话的安的画面，里头到奥运党国的精彩的画面，每一个个历史的讲台。跆拳道到台湾的发展已经超过30年了。按多年来，经济发展变到你国家的重点的认同的项目。2004年的雅典奥运，朱木章为台湾得到跆拳道轻量级的金牌，没破脱台湾过去参加奥运历史当中不是得过金牌的纪录。今年来看奥运的金牌，还是客家人朱木山这个生命的故事啦哈。大家看到佢哈，3分钟、9分钟是得到金牌。去年来讲哈，因他嘅朴秀哈是得到金牌咯。其实嘅后辈哈要经过20-30年，呢先辛苦的过程，韩国咧。嘅爸嘅妹嘅家庭嘅親戚朋友嘅教練啊嘅同學，大家還有個欣賞啦嚇，因為萬一老爺培養出就奧運金牌，今年使用嘅機會行到教下，去到嘅學校，去到嘅頭擺成法來看朱木山嘅影響啦嚇，客家人沒有得到金牌啊，當然佢嘅過去都見嚟嘅成法嚟嘅經驗。香港喺200大幾年來送啲嘢錢啊？佢唔係講，佢都唔讀書啊，唔讀書，前面大家仲係不如發射體力嘅素材啊。就把土雞、青州道館、空手道館、跆拳道館，再去先跆拳道。小時候都懂調皮啊，懂彈發啊，懂厲害啦，比賽弄第1秒、第2秒呢。兩個身材挺細啊，細細，冇想到了哦，變到金牌嘅國手。有樣真怪你講啦，我都在對面我哋做連莊嘅啊，係啦，真怪真少，根本阿姨也以後啊，對隔壁鄰居也不錯。很靈活，見不到他會，真的，他打人家一下他就跑，那人家就從後面追不到，回來就會說什麼，老師朱木炎打我。朱木炎，來的時候，他因為他很好動，很活潑，所以他喜歡跟同年紀比較小的，他當時他個子也很小，發育的比較遲緩，8、7、9、8、10。你講你按哪個行啊？刑法，升級啊，從白帶啊升級，慢慢，每升一次級就要打一次這個刑法。對，你嗰陣時係3年生的嘛？對，3年，懂細漢，五，細仔，落到呢個時陣，你會看到從黑太人嘛？會啊，看到就各種啊，各種。嗰陣時係青河教嚟會講。係啊，唔會講啦，青河教。行啊，走行來行去啊。唔會聊人嚇。香港唔懂聊調。係啊，我懂聊調。總係個眼緣數嘅啦。係啊。所以嗰陣時啲嘅教練蠻高嘛。高哦。衝講下，都冇愛用教啦，我唔會講嘅。
教啊，大家爱用教啊。是教天啊，啊准教啦，唔免讲经营，因为一铺铺人来。有啊，有来像白带来就先练个基本的前踢啊、旋踢啊，对，还有最基本的，最基本的。他也自己很有主见的哈。我举一个例子哦，比赛的时候一般我都叫我的学生说，譬如说我下一个口令，踢旋踢，踢右脚旋踢，那一般的学生都会听我的，就是右脚旋踢。这朱冕不见得，但是他会用别的动作去踢到人。我又认为他有自己的思考哦，然后他有能力得分，我就按照他的意思，就是给他多一点的空间去做。但是他也执行得很好。后来我发现这样子没什么不好。最后可能也因为这样的，就是给他空间，然后造就后面的朱木炎。可是，一般的学生，他们大部分都会听我的方法，就是说我希望他做旋踢，他会做旋踢。可是朱木炎可能我叫他踢旋踢，但是他可能会直接后踢，这样子可能会这样。他可能从小这方面他就蛮有主见的，其实现在也是一样。大家都知，成功切出唔系唔多好嘅。朱木章嘅金牌，认同咩唔系天堂跌下来嘅电路。原本1年上嘅深入了解一隻金牌得主成功起步嘅艱辛嘅故事。不過，未意外發現到一對獨特嘅客家公婆教育老栽培自己嘅苦心，同時未體會到行行出狀元嘅知識。從細是練跆拳嘅朱木章嘅金牌嘅故事，未係一隻發揮無窮浪人生價值嘅怎樣嘅故事。這啦，當時我係咪讀書家？家位嘅中央大學嘅那邊嘅啊，喺咪講，因為嘅生意啊，高態度較肥啊，差價啊。我講你冇個月本係電腦要做大，要一百個就出去本係看到用係本係，總係講個本係大一百啊，你呢都唔過嚟都唔是，都唔是嘅話唔是大個嘅。你睇幾錢有咪冇問題？如果看阿爸面色啦，面色冇咁容易，佢都點嘅啊，較要散嘅呢日。所以佢冇乜嘅時就去關鍵嘛。錯。佢較有獨立自主嘅那種心理啦。關生嘢青年嘛，只是講關生嘢中年，我聽我都唔係愛的教育，我都用打哦。真嘅我生嘢全部用打哦，我不是用愛的教育，唔通100塊唔通，我都用打哦。上課都打。打，我冇款式咧，什麼？唔錯我都打哦。係啊，我生嘢我關東。有冇印象啊？有冇印象？因為以前的人是一沒愛的教育，全部咩啊用打啊，你就睇死咩打他啊。但是我關生嘢青年嘛，今年你出去出去唔慳，叫我點樣賺，唔做賺，你冇賺，我就錢咪哦。起碼嘢不看我，叫我天班我就打去嘅。好講咪講，一時間冇到我出去嘅，我本來地個唔跌咗嘛。係啊，我關生嘢青年嘛。你咪夾把冇不看，我冇嚴重得啦。我從一個去9點都不看咩啊？我太忙啊，去9點不看。其他我媽媽我5點就轉呢，我5點去嘛，5點還冇轉咯，我天班出去嘅。我9點不看，我沒空裝啊，那邊其實講嘅，你9點不看又唔係做嘛？我講唔免我啲唔免我的原則100講時間都冇轉，喊100其實要認同時間，100冇本嘅，100其實唔計。剛有冇講啊？從細係唔夠啊？幾時間當？韓文語嘅講啊，韓文語拖講啊。係啦，基本動作。還有教柔道啊，教啲基本導法。係啊，我爸爸教嘅，我爸爸教。有啊，就是啲流蕩學啊，基本導法啊，用嘅過肩摔啊，都爸爸教嘅。爸爸媽媽咪會，係。媽媽會啊。爸爸啦，爸爸還教3到4年打桌球。你想打？係啊。蛋糕沒有啊？跟你們都會搞啊？跟住喺唔讀書啊，好做咩有我撞下咩種佢講生意頭喎。像平常做咩講學拳，做咩打人，做咩想打，做下係幾多幾多人蠻講？佢會講
就会讲爱用好啊，爱用练欠迄哪会大年的嘿，我会用来健身啊，无就来比赛嘿。唔该，唔要讲咧。好到大年会本老师骂跆拳的，练跆拳这个比赛啊，比赛大年趴。邱空金教练是祖母站嘅跆拳道嘅启蒙先生，咩确立祖母站人格体质嘅重要嘅人物之一。佢個愛心和耐心，正可以伴一般先生同樣嘅溝通時，祖母站都會得到自家人生方向嘅穩定嘅力量。即是講，對於漢那明白嘅阿爸阿妹老兩個阿姊，有很多人看到祖母站嘅生命經驗，了解成功嘅過程咧。祖母站细时节，迄一般人讲啊，唔好读书的人，咁咪讲轻了调啊，细时节好多3年生咯，讲哇唔好读书，用个啥，他开始想讲，按细声人啊，又唔好读书，跟那边人用个啥咧？所以家爸家妹想到讲，好，然后送去打拳啊，所以老家两个阿姊向来送去，嗰位托管去打拳，好打拳的时节啦，佢咪真好撩人啊，真好教出嘅啦哈。結果聽人講啊嚇，因為嘅關係，千多人點樣就推廣提起啊。不過嘅教練講啊，喺做啲啊，應該是講啊，為咗個料啊，為咗個教啊嚇，方式去教，又冇天啊，奧運金牌要出下一屆。加邱教練，加當快啊快，冇經費啊，冇經費想我演，還有時差嚟那個在。依家嘅比賽場所也唔是一條收費啊。咁時嘅祖母站幾年咧？佢都過教吧4-5年前嘅樣嘅啦。你按這可是做啲事情啊？係啊。跟到啱講嘅。跟到哪有嘅？佢唔中意講講講啊。佢成年中咧唔做錢。所以家下因為嘅教練冇當開始出就後生咩冇經費啊，沒幾個興趣啊。係啊，係都盡量撩啊，冇係咩冇經費咩唔攀得撩。爸爸會撩，我弟弟比賽就張有撩。較人就去啊，去很出咩台東咩去，依家台東去啊，都去到都輸睇。坐飛機去啊，去到個一下嘛輸對了嘛，都嗰啲好啊。2年家己就功課限做得啦，都3-4年就好教誒，填唔到書開始就因本來填唔到書，因放一直放棄就錯嘅啦，就開始就唔好讀書誒，係啊，用乜嘢老先生談佢老師？就講盡量啊，做得講來去就做來啊咁。來做動環境教。好教，然後我爸爸就看我按好教，歲末就帶我去練跆拳道，練較無力，再去較好水啊。這個係啊，有啊。當然是難講，你挺冇耐心嚇。係啊，我冇耐心啊，從細漢就按用，就是不學功課，不按功課，所以有時候會叫他來跟前寫。啊，或是小小的處罰一下。處罰什麼？也許處罰不能下課啊，也許有打手心吧，也忘了公務員。以前那個時候可以啦，現在比較不行了吧？那個時候誰要打的？可是很適當的啦，對啦，適當的。其實都不會痛啊，所以我都不怕。我都給老師打一打就好。是真心希望他好啦。當然，我現在了解真的，因為之前那時候。
都觉得啊没关系，都觉得无所谓。但到了某个年纪之后，我就发现哇，我的这个字啊，真的需要再加强。对，是小时候没学好。3年级开始哈，你该跟他说就跟他说，他到某个程度他就会懂了。他到某个程度就懂了，不用你说是去仔细的去解释。那自从慕言他学了跆拳道以后，结果我要求他的功课，我就会用这个跆拳道来跟他讲说，你要把功课写完哦，不然哈你就不要去练跆拳道哦。那他都会因为跆拳道功课写完。快要到4年级，3年下到4年级。那我觉得慕言他有一点很好的。一直到现在令我很难忘的就是，同学都会下课围在老师的旁边说话嘛，那慕言也会来到我这边。那有一次，有一个同学就说，啊老师，朱慕言，因为他有的时候也会在校园里面秀嘛，在班上秀给同学看嘛，什么脚啊这样踢啊，同学都很怕我这样子。结果那个就有个同学讲说，哦慕言都好好哦，如果学了跆拳道以后哈，以后哈都不怕人家打他了哈，跟人家打架都会赢。可是慕言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学跆拳道不是要打架的哦，是要教练跟我们讲是要那个健身的，绝对不是要打架。”我那时候听了就觉得说，这个孩子真的是很不错耶，他能够把这个分得那么清楚哈。那要是普通的孩子，他有的时候会说对，会打赢啊，会怎么样？可是慕言他说了一句话：“我学跆拳道，我绝对不是为了打架，而是我们教练说是健身。”而且慕言他从跆拳道里面也变成了非常有礼貌。跟应该拢是要先好同嘛哈，唔好坐下来下东西嘛。佮先生要带你嘛？无啊，哈。都坐到最前面了，东前面，哎呦就困来下周一，好，还有，我比较喜欢上体育课啦，我喜欢那个高教室里面。好地度啦哈。朱慕然读小学嘅时节，但将本身对清泰嘅功课无耐心，阿爸阿妹明白，因为是扮演母猪肚嘅读书嘅了啦，所以到朱慕然读信息国小3年生时节，直到当老在运动项目地度。见到跆拳道，本其他2个阿姊向下加入去学习。只要他喜欢一种东西，好就可以。所以他妈跟我讲，他也跟我讲，我说好啊，那就去练跆拳道啊。结果他就越练越有兴趣，我就说，那我们就会在旁边跟他讲说，你不要就像我刚刚讲的，不要这个什么3天打鱼2天晒网，你要学就要给我学到底啊，要做什么要像什么嘛。我就想啊，我咧学教啊，都模拟我老爱教啊，因为我就好就好玩啊，那个道馆啊，森林啊，有卡台啊，然后一起玩啊，我就感觉就同好啊，两片都唔怕。打来打去唔怕，对不对？动枪哦，你唔讲也打？唔讲啊。你们学拳应该是没打到人是不能打嘛？我听到学教师讲啊，尽量莫想打哦，打到会挫伤哦，你们啊？道馆唔是唔系真的打，教啊用心啊，无讲打到会。动冲唔会啊！刚刚人连老师佢讲，嗰陣時老人家同學講，學拳唔係去上大哦。唔該當時點樣講啊？係啊，你記得嘅事情嗎？記得，因為我學嘅跆拳啊，我打我驚啊打向太啲嘅身你被受傷啊，係啊，還有危險。跆拳道，我說如果你不好好的這個寫功課，就不行。跟媽媽講哦。很多人說，覺得至少不要學什麼，對，不一定會有用，但是用到的時候就你會。真的是這樣。而且我在那個奧運鏡頭看到他打那個氣勢，真的就知道他是冠軍之相。那個氣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那个去奥运前几个礼拜，你很聪明，虽然不写功课，可是考试的成绩都比平时表现要理想。对，因为他有听嘛，所以你小的时候，我都不记得。他才会说他是什么，是气他，说一直讲他聪明脑残，会觉得不写功课也可以。可以。不会啊，我刚才就说我后悔了。跆拳道唔但搶幾個踢，總佔到普通學角度嘅學習嘅呢幫助，你開啟了一個認同嘅機會。總佔自家講，佢到國手嘅時節並沒非常出色，不過跆拳道管度嘅無限制嘅發揮嘅空間，使得佢到唔到第二是培養出一種非常堅定嘅信念。雖然講跆拳道係一種非常艱苦嘅學習嘅歷程。祖母站最灰色的时节是国中，国中佢上学时挺矮，让140公分天天，比一般的成员讲还细啊，挺强32公斤天天，所以国中这件生、2年生都冇办法去比赛啊。不过这个跆拳来讲打了以后咧是冇办法比赛天天啊。到国中3年生又再比了，不过要挫伤冇办法比。所以佢想講，而家同學嗰度都要得到獎咯，佢冇得到獎啊。唔過佢自家咩啲哦，講佢雖然樣嘢，佢係都嘅跆拳那個托管地度去出天嚟，講幾件都嘅出吧佢講佢出下來有隻清大嘅成就感。各位同学，然后辛苦你们了，然后你们真的久等了，然后我很高兴可以再度回来，然后跟大家说说话。我希望来到这边，我想跟大家说一句话，相信自己，挑战极限。只要你相信你自己，你可以做得到，你就尽量去挑战挑战你自己的极限，这样子你的未来、你的梦想都有机会达成。好，然后这边最后谢谢校长谢谢市长、会长，好，可以让我有这个机会再度回来这学校。好，大家希望能够为学校争光，谢谢。我们这个上面写的是这样：恭贺本校杰出校友朱慕言学长荣夺雅典奥运跆拳道金牌，留念桃园县立平镇国民中学校长彭胜熙、家长会长蓝兆庆暨全体家长与师生敬赠。第一時間，而家全部得140公分。對，係都32公斤去到幾個嘅大概？各種攏冇比賽。你唔拉重嘅喎？拉重個細，比人較矮，安尼還不輸爽就3年攏冇嘛比賽。以前的時候，那時候受傷，這個道那麼大片這一片，那邊還沒有，這邊那麼大片地板，他們去練習，我都在擦地板。對，因為我不能練習我受傷我就負責打掃就擦地板。對，國2、國3的時候，國2的時候，沒辦法我那時候就把這個當成我的任務，掃完了也很有成就感。對，一個人拖地拖整片這樣，一個早上這樣子。對，就是1節課2節課的時間。對，因為我們下午是練習有3節的課。2年的時間？沒有那麼久了，大概
维持了大概1个月、2个月这样子，对，就不断的擦地板，对，有擦地板。擦地板心中怎么想？没办法啊，受伤嘛，啊，就只有用这个来，对，让自己，就不能跟大家一起练习，大家这么累啊，因为大家练的也很累啊，我想那我就用擦地板，对，这样。那你说你练完的也有成就感？擦完了也蛮有成就感，因为整篇都没有擦完。国一的时候很小，所以没办法比赛啊。我基于安全的理由哈，所以重要的比赛、比较大的比赛，我都不敢让他打。国二不是已经很会打了吗？对啊，可是身材太小啊。那譬如说，一个幼稚园的3段跟一个国中的力量，它一定差很多，还是没办法嘛。那我还是认为说，其实安全可能是一辈子的哈。就是爱玩啦。就是爱玩，对，但是我都没有学坏，因为有跆拳道，真的是因为跆拳道让我没有学坏，这样子。如果说你没有学呢？我也不知道我可以干嘛吧，因为读书我也不会啊，不喜欢啊，对，不如专心一项运动，好好去做。就算你不能拿第一，能做到最好，但是你没有学坏，而且我在这当中学了很多做人做事道理。对，想到在国中的时候，我想到一个。让我觉得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国中的时候，3年级的国3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是跟我一样大，但是我比他早练，我3段，他才2段还1段就是。然后他比我壮嘛，因为我还很小嘛，他都比我壮，比我高，啊胖胖的这样子。然后我常常欺负他，打他哦。小时候很皮，我爱欺负人，对，然后打，后来结果我有一天就大家就好好的嘛，就聊聊天，我就问他说。为什么我每次欺负你，你都打得赢我？为什么你都不还手啊？然后都不会怎么样？他就说，因为你比我早练，你3段，我2段，你是学长，所以我尊重你。他听到他这样讲，我就那时候心里，但是小时候也可能不是懂得，但是我就觉得我很想找个洞挖，然后去钻下去，然后以后我就会思考这个问题。虽然事后还是有在欺负他，但是。减少了啦，对，减少，因为我以前真的很爱欺负人，很强烈吗？很强烈，对。然后后来就慢慢减少，因为我觉得他很尊重我，我应该要回尊重他。这个小孩子哈，真的，我们那时候也看得出他对自己要求哈蛮，就是自我要求很高啊。所以那时候体育课的时候，我在上其他的课程啊，比如说篮球啊、投篮的时候，我在跟其他同学。上篮球课，他就会跟我要求说：“老师，我要跑操场。”然后说好啊，那你就跑嘛，那他一跑就跑，每一节课的一跑就要跑20-30分钟，那在跑的过程当中，我会指导他，所以在国中的时候呢，其实替我们学校没有争到什么功，他都没有出去比赛啊，但是后来他就发展得很不错。所以他在国中的这个基础训练很扎实。主要是在学校练。对。上国中的祖母站算是跆拳道学习的大潮期。祖母站国中1年、2年，因为身体太强又丑，无办法参加比赛，制作队都寻求老太家加入。等到国中3年生做了参加比赛咧，只因为唔符合脚拓上曲上1年。失去比赛来表现的机会，不过按经验，咩唔是上舞台自己信念。咁你講佢做3年嘅時候出手係嘛？對，腳人輸攏出手。佢因為出手嘛？佢哋腳嘅時陣樣呢，可能訓練吼高量啊，訓練高量啊吼，鈣化出一粒突出來，輸為學高，就台方恁。你拄好撞下伊團體啦，脫骨啦，脫腳，阿咩又團別體啦，兒童機有語言啦，係語言啦，家下無法度打，個書上無法度打，差唔多於語言啦，那時候。國2的時候，他已經長得蠻高的，身材也不錯，可是他比較好玩好玩啊，在学校跟同学游戏的时候不小心跌断手，所以就正好又没比赛。那到国3的时候，哇，身材已经很棒了。那我印象中就是在全中运的时候，他赢了人家2分。以前赢2分很难啊，那一场只要比完赛，
他就可以进入前6名，就是一定得到奖牌哈。可是我也基于他，因为他大腿拉伤，所以我没有让他打，啊，所以原来压力来源就是你了。为什么不让他比赛？可是我的考虑是，我认为选手的生命是很长的哈，我不需要马上压榨他，我可以看到他。这个有没有跟他商量？我认为是有啦，可是我忘记了。一般我是会跟选手商量，但是朱木炎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这个是教练的民主，他一说我嘴巴讲的很民主，事实上我都有一个规范，就是我可以让他考虑的地方空间并不多。其中看无乜个成绩啊，其中有一哈哈冇上过练啊，嘿。其实我也会翘课了，我也翘课过，但所以说害我现在都字写的不是很好，对，所以我也很后悔，希望老师可以原谅我这样子，啊，希望看到的一些青少年朋友啊，真的要听老师的话，要写作业，然后就算你读不好，你至少字要写得漂亮，是非常的重要。为了以后要签名吗？不是，是为了以后要写情书。是将卡通影片提督嘅好小子，从小时立志要做跆拳道嘅选手嘅朱木赞。国中时期虽然无办法参加比赛，不过要强让非常认真都该做老跆拳有关嘅任何嘅事情。到高中了后，佢真正开始发挥咧，啊，上到高中啊，教练學校先生係強殺啊，係呢佢從小教嘅小教練啊，因為關係佢落高中嘅意思開始發揮嘅光芒啊，到高中到高中後來，佢慢慢先變到等於講非常有名嘅打跆拳嘅一個運動家咧。他们家的大姐功课很好，是读 A 段班。那他妈妈也会常常拿他大姐来做比较。所以他就比较有压力啦，就是说在功课方面。但是自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以新英光上为目标。那当时所有人都在笑，因为新英光在那个时候并不好。可是后来我觉得其实他们家应该也蛮开心的，因为他上去以后成绩都一直都不错。我记得是高1的时候拿到全国第3，高2的时候就开始就冠军了。伊咧同学哦，先到亚运哈，亚运就很去培训，就是说陪练员啊，去做训去考试啊，去看那咩道诶，有个大方活动多东西，就考试去家就考试就成绩就去了。全部赢大。系啊，系啊，其实咧甲同学去先到亚运嘛，国手就很去当陪练员。嗰係幾時啊？我家下民國幾多年，讀高中啊，佢最先去當陪練員。結果同學時，咱佢差唔多，他兩三次搶道館嘛，邱教練教的啊，細細就搶下，就很去當陪練啊。高中嗰時是弟講嘅都上海都在國手啦。係啦。其實上大3年都現在都國手啊，有冇法度啊？其實比別人較認真就錯嘅啦。像我弟弟練習練得按認真啊。也不可能當國手，佢就講了發。你倆上到，倆個跳拿，繞全世界不知道幾圈了。人家學長講嘅，輕易會做國手，人家跳拿特別，跳拿特別高中啊，高中啊，高中，就談到我就動艱苦啊，心就動艱苦，我就看，我就做俾佢看那種。他們嗰時練到當認真嘛，係啊。我哋看到上面冇順嚇，看冇順嘅。唔係冇順嘅，我動調皮啊，佢就看到當你按好高啊，冇乜個
就人来讲爱用，就看来就爱用就做不去看爱用。你看是青年人练，嘿，该拜讲有效嘛？对你来讲，有哦，有哈，就等于讲鼓励你啦，喊你讲，因为以前恋爱的意思，唔知哦，你唔知，条条骂你啊，对啊，真有效啊，爱用真有效，嘿，程度是就有爱用了哈，一点点不舒服嘛，就是说还做不开爱用听。国中时期的祖母站，算是一个身体形状的集团。行到高中日后，也筋骨是渐来渐成熟嘞。复杂没受到服装的促进，本期还那拼命个苦练。上高中2年间年，佢得到1998年青少年世界锦标赛的轻量级的银牌。大家讲佢係日跑日疯，其實應該講係佢多年嘅累積，總做得證明自家到跆拳道當國嘅功力。動引進啊，佢攏愛自家去運動，自家去跑步，自家去訓練啊。像一般人哦，可能係不用了啊，都不卡水母啊，都不卡冇事情做，係都會按用啊。啊，佢攏唔係，佢攏會去只要是動作就會自家放起來，去跑步。这个人他本身就蛮有这个斗志的，那他在这个争取好的成绩这种精神呢，实在也就是比一般选手要强烈很多。那这是一个他本质。再来，在这个技术上或者在体能上的训练，这是后面的教练协助他的。那有那样的气质呢，他当然在这个部分呢，他就要比别人好很多。那有的选手在成长的过程，他可能没有像他那么强的这种性格跟精神，那比较累的时候，可能就放松了，没有全力以赴这样子。可是才9分钟而已呢。比赛是9分钟，可是，在平常的练习就不是这样。平常练习的话，不管在体能，不管在技术，他的那个训练量啊，都比这个要强大很多。那比赛是很短的时间要表现出最好的一个情况。预备哦，莫闹亏哦。爬！跳前踩啊！你们为什么坐下呀 ？OK。看到幾多呢搭嘅練習睇好嘅一個情況嚇，同學對佢嘅印象嚇睇到真好嚇，因為佢為人嚇真親切，佢咪會考慮拍攝嚇，韓國大家提到嘅打拳嘅時間，都會講佢打拳嘅特殊嘅風格啊，嘅風格係講佢唔會講嚇古天都會讓佢傳統嘅嚟打法，佢有佢自己嘅想法啊，佢隨時會看情況去調整佢咪有提到講嚇。佢對未來將打跆拳安尼未來嚇，我認為咧市內嘅環境嚇，嗰環境即係講嚇，佢咪希望嚇做得老年嘅打拳嚇，不都海南島人來參加嚇。看他都在對跆拳那麼執着啊，然後有些像訓練方面嘛，都會以他看齊這樣，自己也要創造一些好成績。我很喜歡念他啦，我念一念自己沒做好都覺得不好意思，所以說自己要做好，其實都是互相的啦。對，這是同學最大的價值。對啊，先罵他，其實你根本就做不到，還是這樣。然後趕快自己去做一做。可以這麼說。那你對他是怎樣呢？也是啊，其實他都蠻乖的啊，我覺得他都。聽說他要準備把你幹掉。我希望啊。這樣才好。對啊，我希望啊。
是哈。对啊。可是好像现在还早哈。不会了，我最近没什么练的，应该差不多了。很快，这很现实的。是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个1个月你努力把它弄一弄，把它干掉比较容易，要再干掉其他人比较不容易。因为我比较没练啊，其他人都有一直持续在练。所以还是不能只有跟他拍，要拿的是要拿金牌，不是干掉某一个人。对对对。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是啊。自信心的，他比较没有自信心。要累积啦，每一场比赛累积。让朱木炎他今天会成功，我想重点在于说他自己自发性很强，因为他有时候在练习在我们的课程之外，他会自己找时间在练习，甚至会找学长或同学额外做对打一个项目的练习。他在生活方面或是练习方面都会规划自己，那也懂得怎么爱护自己，才会让他运动的那种寿命他的年龄增长嘛。那所以我们有时候只站在辅导的角度，有时候可能会甚至有时候他练得太多，我们会制止他，避免说受伤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拿捏这一方面可能会比较让他多一点自己的空间这样子。练习的时候都会互相，我都会特地去找他，因为他那时候观念都比我好。怎么说呢？对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吧，然后在对练的那种。我比较奸诈了，然后他比较没有想到，因为他经验比较没那么多，因为他毕竟是高中的时候要升大学这一段，他比较有比较接触正统的练习。对，然后后来我的经验比较多我就尽量能跟他分享。对，然后把一些比较奸诈比较那种狡猾的东西交给他。客家人是比较奸诈的吗？其实我也蛮奸诈，我都偷学他动作。是啊，在场上我们必须。不过啦，这些都是来自教练教练教我们，我们就吸收嘛。你那时候跟他对打的时候，你面对他的时候，你心中怎么想？就想，尽量不要被他踢到，然后看能不能踢到他这样。结果想的跟做的都不太一样。他不管你踢多少，他就是要，比如说你打我一下，他就可以还你3下、4下、5下这样，就不会再怕了。他是速度很快，他头脑也很好，就会运用头脑还有速度。李安东日頭嚟睇呢奧運金牌朱木山看嘅成法李安東日啦，佢係簽無限蠻難做嚇，不過你睇佢都該上課上研究所嘅課程，安東日講下佢簽無限蠻難大家來拍手歡迎講佢得到奧運嘅金牌非常光榮。唔過咧，我試下感覺到佢嘅人嘅體質真好。當你26歲嘅時候，佢講：要炒到人喎上課上啲因為結果上去，因為講佢唔希望上課輔唔到本同學講法、學生講法，一係佢自己當上學習啦去到學校小學嘅時節，老師人咧搶名佢講搶我結果去上課去上課嘅時節啦。我老先生講是你我哋下有事情所以會吵到太極架講非常有禮貌我想學跆拳對於祖母人嚟講，可能唔係單單係講學嘅本期嘅寫實當學教嘅呢經驗，本期變到做得發揮嘅力量嘅拳術啦係係佢表現佢嘅人生呢種方法。这就金牌了。上面写28，哇，上面看不懂嘞。28季吧。我今天到学校对啊。
你为什么想要捐给学校？因为放在家里也都自己独享嘛，就是人家来看，放在学校会比较多，更多的人来看。或是后面更多的人会知道，体育学院有一个奥运金牌，比较不容易遗忘啊。因为每办一次，校庆啊，一定会开放，一定会给人家看这样。为什么说你要捐给这个学校，而不是你的高中啊、你的国中？是体育学院啊，体育学校啊，对啊。我的真正的体育，真正辉煌的就在这里啊，所以当然要，虽然前面的固然重要，但是这个地方算是开花结果的地方。朱慕言他现在拿奥运金牌，我想我更对他的期望就是说，更是能有对体育、对我们运动有更大的贡献，代表国内在国外体育外交方面能提供更大的能力这样子。因为毕竟我们台湾那么久才拿了奥运两面金牌，这我想代表意义非常重大。跆拳道讲的是伦理，然后情绪嘅管理，到祖母站嘅情况表现到特别嘅明显。而你都佢对家爸家妹嘅体贴，对朋友嘅照顾，对学体嘅关心，感受得到佢嘅成功，唔但唱到拳术当局嘅傑出，還能表現到對日本嘅環境嘅愛心。佢都跆拳道當局嘅大兵，所以講非常值得你睇嘅學習。不過到你看來，佢非常純正嘅赤子之心，還能值得你睇嘅欣賞，然後品味呢。化作一場夢魘，飄啊送啊躲啊，送到你眼身邊，見你一面，想你一遍，係唔係有可能也親眼喊愛相見，相依年年。相依千萬遍，無奈何無從的世界。相依年年，相依千萬遍，無奈何的理由像無言。太愛恨嘛恨嘛恨，你也唔會看你一剎，離開愛概念。愛心比上啊，目只流連連，離開一年，相依一年，係唔係有可能也親眼喊愛相見？